祝来收听的姊妹大家平安。连我都快听不到，太小声吗？听得到？听不到？可以帮忙大声一点点吗？谢谢。这是咱要来串联今仔去今的信息，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吼，因为今日是华裔礼拜啊，唔是华裔的礼拜，歹势。所以若是台语听较无的，唔对，是古爱用华语讲。今天有华语的讲稿，所以邀请，如果你台语听讲到有点困难的，可以到后面来索取哈，有华语的稿哈。这是咱要做伙来练信息，请现到信息306首。让咱总会安静心来练信息，练到这首信息真水吼，会当轮唱。啊，所以我有邀请那个，你看这边圣歌队已经拿好了圣诗哈，所以到时礼拜中间有人会轮唱，吼，咱就对头到尾手两届。弹第一行，谢谢。好，有听过吼？有印象吼，啊，所以你若是因为你除非手头有信息，无法度手轮唱吼，所以这个轮唱部分呢交给圣歌队，所以咱对头到尾，到时礼拜中间会演唱2遍，所以咱只是对头来唱1遍。预备，来。我的心里就落住，就落住你讲心呀，我的心。所以有水无？迄个声音就水吼，所以咱好好唱家己迄个部分哦，对头到尾唱2届。所以圣歌队轮唱第2次，你可以选择唱前面或下面都行。好，这是请咱个现个信息184首，嘛是咱真实的诗歌。上帝疼痛太话遐大，咱做伙来吟第1集。我们的诗情都考我的唱歌功力，都只给第1个音，咱就做回来啊！吼，再一次第1个音，预备，来。上帝疼痛咱为遐大，可以是路。请咱安静心，准备财务再去写礼拜。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
求咱上主找到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救伊。邪恶人就去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就改变因的想法。三甲来吟俄罗圣诗，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会将请起立，咱唱2遍。请咱游玩听到，这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文第11篇，也是诗篇32篇，伫圣诗后面第1017页，我来启，请会众来引。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搁心无干燥。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每日动动幸福我，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通伫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唔通亲像马，如无知识。歹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你竞选搁呼召阮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内底来同工。你也引带看过桃园教会140年来的脚步，无论经历风雨，也是顺境，你拢保守教会一切的事工甲肢体，互阮经历你信实的看顾甲丰盛的供应。主啊，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阮也要召开临时会员和会，甲举行中一的选举。愿你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引带阮同心合意，选出忠心、有疼心、爱服侍的同工。愿感谢你早前兴起信仰的前辈，用信心、忠心、无私的奉献来起造教会，做阮真好的模范。阮即来也愿意承接这个神圣的使命，继续行你所指示的路。恳求主带领今仔日的礼拜甲和会选举，愿阮所做拢下主旨意，通用光你的名，也会当开阔主的国度。阮安尼感谢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伫罗马书第11章11到24节，现代台语译本伫347页。安尼，我要讲，以色列人倒落去，兼拢爬袂起来，一定袂安尼。颠倒因为因的过失，拯救临到外邦人，来激起以色列人的怨妒。既然以色列人的过失为何世间人得到丰富的祝福，因的失败为何外邦人得到丰富的祝福？何况以色列人若全数得到救，迄个祝福减袂搁较丰富。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看我的这份做阳光，安尼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来救因中间一寡人。以色列同胞受气杀，那为何世间人甲上帝搁和好？因搁受接纳，兼毋是亲像人对死搁活。头一块面丸若性别归乎上帝，规床嘛拢会安尼。树根若性别归乎上帝，枝嘛拢会安尼。人甲干那树枝加起来，将恁遮个野生的干那树枝接落去，来接受共迄丛树根的营养分，恁就毋通对加起来的树枝夸口。恁若要夸口，就知毋是根在挖靠恁，是恁在挖靠根。你检查要讲，这个树枝剪起来是要甲我接落去，对，因毋信正受剪起来，恁对神正徛袂牢。你毋通骄傲，就惊吓，因为上帝若无留原来的树枝，嘛无一定会留你。所以，就知上帝的慈爱甲严格，对堕落的人伊真严格。毋过，你若继续倚靠伊的慈爱，伊就用慈爱对待你；若无，你嘛会受剪断，失去伊的慈爱。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就会受接倒转去，因为上帝会当搁甲因接倒转去。恁才会对野生的干那树剪起来的树枝，上帝拢会当违反自然，甲恁接治，
好的橄榄树，遐个原来的树枝，将袂过应该接倒转去。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赞美的诗歌是诗篇23篇。
正道请吴牧师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上主纪人主又严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到教会，因为这几天拄好是中秋节的连续的假期，嘛真侪人有外出，等于到南部，等于到厝里，甚至嘛有人，我毋知影咱敢知影吼？伫咱教会内底嘛有兄弟姊妹就自愿走去华人做铲子超人吼。咱知影，咱知影华人有发生这项代志，所以事实上咱教会兄弟姊妹嘛有人总去吼。不管咱伫什么时阵领受上帝的恩典，不管咱用什么方式来学乐伊，只要咱愿意，主的话甲主的恩典随时会临到咱，毋通看家己真美色。实际上，咱拢是受祝福的人，所以愿上帝祝福就甲咱做位伫地。我这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一场是2场合一，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华语稿、华语的讲稿，就在外面啊，所以我们可以自行来领取。愿上主的恩典帮助，让我们在这里同享上主的话。这是我嘛要邀请你，甲附近的兄弟姊妹互相请安，请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领受你的恩典，求上帝帮咱，互阮听见你的声。知你的话语，并且会当好好行出来。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当保罗咧讲，遐照恩典受拣选，凭信心称义的少数人，这其实就是顶礼拜佩斯牧师伫遮所讲的，这群人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刷落来会开始问这就是今仔日这节刷落去所要问的代志。罗马书11章11节，做伙来，这当然是保罗的问吼，总是检查咱嘛安尼问吼，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安尼，我要讲，以色列人倒落去，剑拢爬袂起来，一定袂安尼。颠倒，因为因会继续拯救临到外邦人，来激起以色列人的怨妒。好，遐少数人受拣选的少数人，得到上帝恩典，得到因承接上帝的产业。那安尼犹太人呢？犹太人要安怎？以色列人要安怎？换一句话来讲，以色列人拒绝接受主耶稣是基督，因会大错，互因伫上帝的审判内底受毁灭吗？这是头前的问法，倒落去，因的大错会互因毁灭吗？保罗的答案叫做绝对袂。保罗认为上帝互以色列拒绝福音第一站的目的，就叫做互拯救临到外邦人。咱有读对啊？第2站的目的，就是要惹犹太人的嫉妒。咱来知影，这是《申命记》32章31节的后壁所讲的。上帝话是安尼讲哦，讲我就用毋正民族的人民激因怨妒。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引用托拉本来就有出现的话语来讲这项代志，要激因怨妒。当以色列人看到其他的人领受上帝的怜悯加良善了后，因就法度明白因失去啥，
然后就有极因万道的心。罗马书第11章1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以色列人的过失会互世间人得到丰富的祝福，因的失败会互外邦人得到丰富的祝福，何况以色列人若全数得到救，迄个祝福减袂阁较丰富。所以，这叫做一种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形式就是用水来看大。换一句话来讲，本来是少数人得到福音对，总是这少数人嘛会引起别人的怨妒，得到互更较侪人得到祝福。听有意思，用水来看大的文学方式。假使若因为犹太人的欠缺，因安尼就正做世界甲外邦人的祝福。那安尼因的丰满，这叫做和合本的翻译。现代台语也本是翻做丰富的祝福。原文应该叫做有一个一开始的意思叫做补足啊，补足总是刷落去，更较多的意思叫做更较多是叫做完成。听有意思吼，更较会当完成，更较会当圆满，无欠缺的状态。所以保罗咧讲，虽然这摆多数的以色列人也未信福音。总是未来以色列若接受福音，就会完成，就会补足，接近圆满。所以这丰满的意思是安尼吼。罗马书11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既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看我的这份做阳光。伫保罗的书信内底，只有伫这个所在才有出现，伊称家己的这份叫做外邦人的使徒，只有伫遮。所以只有伫罗马书11章的13节才出现。啊，原因是啥物货？伊要解说啥物货？所以克莱菲德这位新约的学者，伊认为第二句原文翻译做这个。第二句的原文，咱伫遮来翻译做“既人”，总是这个“既人”应该翻译做下面要讲的，甲恁想的倒变。下面要讲的，甲恁想的倒变。换一句话来讲，保罗要表达一项代志，伊的宣告虽然转向外邦人，可能嘛会互人误解讲，伊嘛转离遐毋信的以色列人，总是保罗要讲毋对，恁想毋对啊。罗马书11章14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尼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来救因中间一寡人。所以保罗要做外邦人的使徒。有一个真深的目的，迄个真深的目的，就是要互伊的同胞来得到救，得到上帝的拯救。近代意大利的神学家阿甘本认为，弥赛亚的来临要显出少数人的要紧。这个少数人其实迄个伫圣经内底有。伫旧约内底特别出现的时阵，是迄个村落来的人的意思。所以伊讲，这个村落来的人得到救，会互整个整体来得到稳定。这毋是保罗家己创造的，这其实是对先知的传统来复兴这个概念。先知对以色列讲话时阵，就捌安尼讲。以赛亚书第10章21节，
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雅各的后代所村的人，会倒转去大官灵的上帝遐。有读到迄个所村的人无？就是村落的人，这是咧对遐受掠的百姓所讲的。受掠的百姓，因某一个部分知影，因是所村落来的人，因爱在伫家己的情境内底爱反悔认罪，所以因是所村落来的少数人。所以同款的话嘛出现伫无同款的先知的嘴，就亲像米迦书所讲的：“我要互卡拜的成做所村的子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恁过去看做歹的，其实上帝早就伫先知的册内底安尼讲过，甚至伫阿摩司第5章15节，上帝的话嘛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着万分歹意爱好，伫城门口主持公道，安尼检采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会施恩互约瑟家村的子孙，有读到无？村落来，所以这个村落来渔民的这个概念，其实早就伫旧约内底真清楚来显明。只不过到保罗的时阵，重新将伊个显出来。保罗认为，信徒虽然少数，却会当扮演上帝救恩的历史内底关键的角色。罗马书11章1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说：同胞受气杀，若为互世间人甲上帝个和好。因个受接纳减，毋是亲像人对死个活嘛，所以同款哦，这是对水看大的方式，文学形式。犹太人、以色列人虽然暂时受气杀，却因的受气杀，却互世间人甲上帝和好。若安尼，以色列人接纳福音甲基督，就会那亲像对死来个活。罗马书11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头一块面丸，若性别归乎上帝，规绳嘛拢会安尼。树根若性别归乎上帝，枝嘛拢会安尼。原文第一句话应该是讲，若迄个粗俗的拄色的是圣洁的，规绳规团嘛是。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是引用民数记15章17节到21节，以及利未记23章14节来讲一项代志。伊咧讲，当拄色的麦仔献祭了后，迄季所产生所出产的麦仔，也拢会互人看做是圣洁，会当来食。所以历来真侪人咧讨论即个菌啊，树菌。树菌是啥物货？真侪人讨论，在新加有真侪讨论，我无要直接并遐讲话。有一个初代教父叫做厄里根，伊认为君叫做基督，基叫做教会，总是若藏伫即节内底无啥合。伫即个文章内底，其实无啥合即个意思。所以近代的神学家是搁较认为保罗伫遮所记的君，迄个树君，树君是指伫亚伯拉罕的约下面的以色列人，以及对伊来出有血缘甲无血缘的后代。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11章第7节所讲的。
遐少数人，迄个君，信用的君。所以咱来读罗马书第11章的第7节，咱做下读来。以色列人无得到因地对找的，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少数人有得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群是少数上帝拣选的人，因是信心的后代。所以这群就是树君，对树君来生出基。罗马书11章17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人甲咱树基建起来，将恁这个野生的咱树基接落去，来接受共迄丛树君的营养分。虽然历代拢有人咧批评保罗讲，伊唔知影什么会叫做正直。因为伫地中海一带咧种植橄榄树，袂当安尼种，听有意思吼，袂当安尼接起啊吼。所以历代拢有真侪人咧批评，总是其实保罗只是伫遮用栽种做譬如。当然，保罗因为伊是都市人，所以伊唔知影安那种植，这是真自然的。外邦基督徒，伊安尼譬如讲，外邦基督徒就亲像野生的橄榄树的接枝，伊也诚做这个橄榄树培接的分享者。罗马书11章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就唔通对建起来的树枝夸口，恁若要夸口，就知唔是君地瓦克恁，是恁地瓦克君。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警告外邦的基督徒袂使藐视这犹太人。外邦基督徒无法度改变的是，伊有这个属灵的特权，是对以色列人这个属灵的君王来。罗马书11章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检采要讲，这个树枝加起来是要甲我接落去。虽然因为以色列的欠缺，才互咱承接上帝的恩典，总是这却毋是要互咱有迄个自我中心，掠做我上高这款的心态。罗马书11章20节，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你因信，才受整起来；你对信，才徛会牢。你唔通骄傲，着惊吓。信心其实就是决定性的原因，其实就伫这个所在。信心才做一个受拣选、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卡尔巴特是安尼写，伊讲这叫做选民的标准。选民的标准，毋是咧考虑家己伫上帝国的地位，安尼真危险。选民的标准，毋是将家己甲别人做伙比较，安尼真危险。选民的标准，毋是对家己是啥物人真有把握，安尼嘛真危险。咱不如的完全交予上帝。这卡尔巴特伊所写。咱会知影，伫信的内底徛会条，只有用尊敬畏、警戒加谦卑的心，其他的其实咱拢徛无啥会条。罗马书11章2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上帝若无留原来的树枝，嘛无一定会留你。原本是犹太人是迄个照天性的枝，以色列人是信心立做血缘的后代，
因是照主人的法则生出来，因为唔信，才互人整起来。所以外邦的基督徒嘛，无应该真得意，想讲我信上帝就接到基。那安尼，那对信心来对待，上帝绝对嘛袂留咱。罗马书11章2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着在上帝的慈爱甲严格，和对待的人，伊真严格。毋过，你若继续挖靠伊的慈爱，伊就用慈爱对待你；若无，你嘛会受震动，失去伊的慈爱。第一句，克兰菲德这位信仰学者翻译做。所以你爱思想上帝的温慈甲严格。保罗对咱讲，不管是外邦的基督徒，也是唔信的以色列人，拢彰显上帝圣洁甲信实的义。伊是仁慈佮严格的上帝，所以要承受伊的恩典，唯一的条件。就是用信心久长带伫因内面。罗马书11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就会受接断去，因为上帝会当搁甲因接断去。原文是这个字嘛共款啦，因毋是。带伫迄个毋信的内底，当以色列人无搁拒绝基督的福音，愿意相信委身伫基督，上帝真自然就会将因接转来。所以罗马书11章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恁才会对野生的敢若树站起来的树枝，上帝。都会当违反主人，甲恁接治好的橄榄树，遐个原来的树枝剑袂过较应该接断去嘛？卡巴特对这段经文其实有真准确的回应。伊安尼写，伊讲弃杀毋是上尾的决定，弃杀共款，甲上帝和好嘛毋是。什么会伫弃杀的迄边来听候呢？其实是接纳，是充满可能的上帝对人无可能的接纳。卡巴特搁较警告，遐宣告家己有上帝救恩的教会甲基督徒爱真细致，因为保罗。是对遐内心骄傲甲自信的人讲话。一旦咱夸口家己为上帝做啥，一旦咱夸口家己的教会有爆炸性的成长，遐成就的时，上帝讲要气杀你就气杀你。那安尼随时会去受气杀，入去到历史的粪扫桶内底。伊搁较提醒咱，什么会叫做听上帝？听上帝的本源是敬畏上帝，只有敬畏，才构成人物的起点。换一句话来讲，伊讲信仰毋是人会当展互人看，会当骄傲伫上帝甲世间人安尼夸口的。上帝会伫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来彰显伊的仁慈，搁伫什么时阵、什么所在要显出伊的严格，只有伊才会当决定。加里文咧描述这段经文的时阵，伊是安尼写，伊讲。受赠热爱，是要经过遐个照着上帝精选得
来甲性命毋望连接的人，这个警告会互因谦卑落来。这个话嘛是对遐个错误夸口已经取代犹太人地位的人讲的。这个话嘛是对遐个名义上属基督的人所讲的。上帝虽然严厉，伊会刑罚伊的百姓的毋信，总是袂捌放袂记即伊的利益。咱爱知影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这段经文，对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影响真深。咱爱知影基督教后来成做罗马帝国的国教，对迄时开始，教会就对迄个原本受迫害者反转成做迫害人的教会。当教会家己掠做我是神圣，袂当侵犯，袂当挑战，号称除教会以外别的所在无拯救的时阵，就会自得感觉家己真厉害，是上帝拣选的，那安尼就危险啊！当家己搁掌握着这个世间至关无上的权力。这跟他亲像魔戒，地点魔戒会当凊彩伊，教会就会家己出手来审判，毋愿听候上帝甲伊的时间，因为安尼伫欧美的社会久长以来，这大概是2000年来，就造成一种叫做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悲剧。对罗马帝国的时阵，教会就开始变做安尼。然后十字军，15世纪西班牙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纳粹，佮造成600万犹太人的过身，这拢是历史的悲剧。这拢嘛是无读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对犹太人的误解。毕泽森牧师捌伫伊的册内底讲一个故事，因为伊对细汉就去上主日学，所以伊其实有迄个真深的迄个基督教的背景。当伊读小学的时阵，伫因兜无偌远，大概伊讲300公尺，伊算伊的厝边啦吼，有一个恶霸叫做西塞尔吼。啊，这个人吼比伊大几个月尔，总是看起来就是比伊较大。啊，所以每一遍对伊上小学的时阵，伊拢行路去读册。就会伫半路来霸凌。彼得森牧师就讲吼，半路就来霸凌，然后霸凌就是来叫来，啊，然后来摸、来抢，他看伊裤底下有啥物货就来摕。啊，伊去用摸几个月拢动落来，拢忍落来，然后每一遍去用摸的时阵。伊就开始背圣经，咱爱知影伊细汉的时阵就读圣经啊，所以就开始背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讲迫害你的爱祝福伊，就开始背。伊心内底就安尼忍落来，就背。然后过半年，安尼状况过半年，有一天伊回去的路里，搁去互这个人，这个厝边的恶霸。撞到，就掠掉的。伊迄时突然间就爆炸，伊是伫个册讲伊爆炸，伊安尼写，伊讲吼，我内底亲像有啥物货突然间啪一下断去，就伫迄个时阵，我已经袂记我所记的圣经，我就来掠掉的，
互我意外嘛，互伊意外是，我发现我比伊较勇。因为过去咱拢去用摸嘛吼，想讲介种吼，叫人袂堪这我来掠掉的呢，我着来摔倒在地，着掠掉伊，着坐伫伊的身躯顶头，真欢喜，真爽快。即摆轮到我，伊着凊彩我，这真正。亲像毋是真诶，我着用拳头摸伊诶面，感觉真爽快，所以阁摸一拳，阁摸落去。这个时阵，我受诶迄个基督教诶教师就上身，我要摸进前就来讲，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诶主。伊毋肯。我搁来摸，伊的面出血，伊就讲，所以伊是我第一个带信主的基督徒。亲爱兄弟姊妹，彼得森牧师是用体笑家己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真实回应咱的人生甲咱内心的世界。当咱互人霸凌的时阵，咱时常感觉咱真弱，其实毋是哦吼，请千万毋通想讲让人的是真弱的人。总是有迄种真弱的心态，安尼就废去啊。因为一旦对方落伫咱的手，有当时啊，咱阁呈现的是迄种扭曲、变态，看家己所做的啥物货拢对，自我中心的心态所呈现，这拢无应该是教会甲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爱细字。免得家己掠做我真敖，我真对，救恩只有伫遮，无伫别个所在。免得互家己掠做事来侮辱上帝圣名。咱爱会记即一项代志，咱所信的上帝是温柔佮严苛的上帝。然后咱会当做的，只是咱会当做的是敬畏伊。尊伊最大。当咱互人欺负的时阵，咱忍落来，毋是代表咱是弱者，千万爱会记即项代志，因为咱知影咱是敬畏上帝的人。换一句话来讲，咱只有儿子的款式、温柔来款待别人，如安尼以外，别个无别个方法。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今仔日阮要伫礼拜中来举行会员好会。主，阮相信过去你托马介牧师来到阮中间所做见证，阮学习成绩这个稳定。虽然阮是台湾社会少数人，总是阮毋是弱者，互人欺负尔。阮知影，阮会吞忍，就是因为你的命令。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知影敬畏你，因为敬畏你来听上帝甲听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非常请起立吟全首。
上帝听通了为遐大欢喜，是了我，见我的微笑快乐，我可以不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醒我可爱的保守，的保守所交通伊的保守的高天日，耶稣恩典那为遐去充满的我心内，因为对新鲜健康因行为平安主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醒我可爱的保守，的保守所交通伊的保守的高一日，诚心感动那为遐挂，予我亲在嘅心，承受予伊心手感化，生命我心坚定。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醒我可爱的保守，的保守所交通伊的保守的高一日，会叫诚心三位一体。一生之冠之大，尊贵严更严我无体，乐一秒无算。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清醒我可爱的保守。的保守所交通伊的保守的高一日，请坐，一起来奉献，请黄约瑟、穆桂英技术来书献。会场请起立，三甲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高你心地，行
堂白白顺典，虽然不大嘅无情，愿你甘那愿所愿。咱同心后头来祈祷，主必听他阮的天父，阮满心感谢恩典，有罗你，感谢你，互阮有这个机会，搁一遍来到教会来，敬拜俄罗主。感谢主，你互阮真好的福音，互牧师给互阮的真好的正道，互了解阮是一个橄榄枝，阮能够紧紧的接触个橄榄树，或这拢是主你互阮上大的恩典，互阮搁较了解，互阮搁较需要谦卑来对阮所生活所面对的人。感谢主，阮即马伫遮的奉献，我求主会使用这个奉献的金钱，用在圣工的面顶。阮咧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两请坐。兄弟姊妹，即时教会时光报告，咱等下会伫选举下中咧计票下中，我下来简单报告。所以即时咱要来召开会员临时同教会临时和会。咱的教会伫每一档拢有部分的中级休困一档，然后。所以，咱每一档拢会伫10月份的第一主日，我们每一年都会在10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来进行临时和会，来透过长职选举。透过长职选举，其实是为教会祷告的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推选出在我们教会当中服事的人，也期待。透过这些推选，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运行得更好。所以待会等一下，伫咱中间，我想我会请同工协助，那摆设好投票。待会会邀请大家一位一位上来投票。那我们现在咱今仔日教会我们清算过后，我们会员的人数应到是215人，目前实到已经130人，133人了哈。目前实到是133人，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没有签名的，也可以到后面来补签。目前已经超过半数，所以我们就晨会，就是这个临时和会晨会哈。请原谅我在这个会中多半用华语来表达，因为我们中间有部分的弟兄姐妹，他需要用华语才能够清楚，所以请原谅我在这个临时会员和会当中用华语来表达。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已经晨会，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桃园长老教会众弟兄姐妹一起透过临时和会的召开，我们要选举出长职。主，我们深知这些都是主你所交付的职务，要我们在你的百姓当中推举出合适